像做台湾影展的时阵，迄时阵我就看真侪台湾的电影，从戒严后安尼直直看到看400多部电影，我就是很单纯的想说why British need to learn about Taiwanese？ 然后我那时候看完之后，我才发现我知道的台湾是我爸爸的乡愁，这样。就虽然时阵，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的一个故事是讲浦岛太郎，很单纯，就是一个浦岛太郎在海滩上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一个宝盒，然后他就有一只海龟把它带到龙宫去玩了一圈，回来之后他发现已经隔了一个世代了这样。我有点忘记这个故事真正的名字叫什么，但是就是只记得有一个乘海龟的很爱玩的男子出去之后回来之后，大家都变老了这样子。伊迄阵讲即个故事讲较搞，你就想讲，因为是阮伫咧图书馆安尼，伊就看到即个册，伊就头互我听安尼，我想讲，阮爸爸是在好啥物，就是但很多年后懂这样。